主席，首先感謝嚴剛議員提出嘅原議案。國家"十四五"規劃取得矚目嘅成就，為接下來嘅"十五"規劃奠定咗堅實嘅基礎。香港作為國家嘅一部分，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唔只係責任，更加係確保香港未來可持續高質量發展嘅必由之路。回顧過去幾個5年規劃，國家對香港嘅期望同定位出現咗明顯而深刻嘅轉變。由十五同11.5規劃，主要強調保持香港繁榮穩定，鞏固現有優勢；到12.5同13.5規劃，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再到14.5規劃，賦予香港8大中心定位，要求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反映國家期望香港由過去嘅窗口角色轉變為國家雙循環戰略中嘅重要節點。國家對香港期望已經由鞏固優勢變成主動為國家現代化建設作出實質貢獻。主席，要回應呢個期望，政府需要制定更具戰略深度嘅中長期發展願景，唔只係個別層面嘅規劃，而係全方位嘅佈局。香港過去多年嘅經濟發展主要集中喺金融同服務業，實體產業方面我哋仲有好大嘅發展空間同埋潛力。講到規劃，國家嘅執行力確實值得我哋學習。14.5規劃嘅20項主要指標全部如期完成，而經歷多次5年計劃嘅宏大佈局，國家嘅政策一環扣一環，不斷有序推進。特區政府過去都推出過唔少具有前瞻性嘅發展藍圖，大方向係正確嘅。不過控制進度同管理指標方面，我哋可以有更多嘅參考國家嘅做法，進一步提升具體執行嘅精準度同埋連貫性，確保每一項計劃都能夠如期達標，令市民同投資者更具信心。面對即將到嚟嘅15規劃，我哋要從4個面向推動4個工程，全方位配合國家嘅發展步伐。第一，推動社會結構維新工程。面對人口老化同勞動力不足嘅挑戰，我哋要全力推動科技、人才、教育一體化，透過更靈活嘅政策增加勞動力，發揮本地人才優勢，同時持續優化社會福利同醫療體系，提升市民獲得感，為社會長遠穩定打好基礎。第二，推動經濟結構重構工程，進一步強化香港資本市場嘅深度廣度，並協助人民幣國際化，維持香港作為國家引進外資嘅重要窗口。與此同時，積極引進重點企業落戶，帶動高端高質生產線同研發中心嚟港，解決產業結構單一問題，對接國家新質生產力嘅發展。第三，推動城市建設管理系統更新工程，包括發展交通網絡、低空經濟、自動駕駛技術等所需嘅基礎設施同治理框架，針對城市老化問題，構建更高效嘅市區同樓宇更新機制，利用科技手段解決城市管理問題，系統性更新城市運作模式，配合國家高質量發展嘅高標準。第四，推動行政系統改革工程，促進公務員對宏觀環境同市場嘅了解，善用科技同大數據，強化跨部門協作同行政效率，釋放公務員創造力，減省不必要程序同埋工作，用更加積極進取嘅態度去應對新時代嘅挑戰，確保各項規劃能夠行穩致遠。主席，今年係香港積極主動對接15規劃嘅關鍵一年，改革面對嘅核心問題係要增強投資信心，注入發展動能。我哋必須做好中長期規劃，喺國家新一輪嘅發展浪潮中發揮獨特角色，做到無出其右。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同2個修正案。